努力无效的时候，耶稣教导邀请第三者介入，帮助促进彼此的了解，并达成协议。当咱若带着祈祷，当我们带着祷告，用智慧甲福音的大气力来介入的时阵，智慧与福音的大能介入的时候，可能咱的结果，咱无一定有结果，也许没有结果，但是上帝也真欢喜，但上帝喜悦，因为咱已经想尽办法要促成咱的这种和解。因为我们已经尽我们努力去促成公正的和解。我相信咱的和平书架在操练中，相信在和平使者操练当中，就是一直伫遐咧讲着，就是一直重复说，看见咱的有努力啊，看见我们自己的努力。上帝在看咱有努力啊，上帝上帝在看我们有没有努力。上帝看咱的中心点有失焦去啊。上帝看我们中心点有没有失焦。你是毋是用应光上帝这中心？是不是用荣耀神当中心？你是毋是有先看见家己的唔对？是不是有看到自己的刺？然后咱就帮助对方，买当看见伊的唔对。然后帮助对方看见他自己错。到最后，咱后礼拜开始，还有3课，就是要讲到实际要安怎来解决。下周开始有3个来说明实际的操作。最后目的，最后目的就是要互咱真正互人和平的人，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和平的人，因为迄是有福气的，那是有福气的。要像这是上帝的囝，然后成为上帝的儿子。而且咱有几个问题，有几个问题思考。头一个就是讲，你捌有第三者介入甲你调解冲突的经验啊无？伊带来是好还是无好？结果请分享。你曾经有第三者介入调解冲突的经验吗？带来好或坏的结果，请分享。第二就是讲，足侪教会无真愿意参像咱拄仔所讲的，就是带教会去介入伫内底的冲突。搁较无愿意讲，伊若毋听教会，就甲伊看做外邦人较亲向的。你认为是为什么？许多教会不太愿意像马太福音18章15、16节所教导的介入会有的冲突当中，更不愿意执行18章17节的管教。你认为是什么？咱毋望咱每一人当较深入来讨论这种代志。我希望能够更深入的讨论。第三，如果有更较侪教会用疼心来负担这个挽回管教责任的时候，教会会诚做安怎？如果有更多的教会用爱心负担起挽救跟管教的责任，教会会成为怎样？咱为了要支持教会会行这种疼的这种管教，你认为你会当安怎配合？为支持教会行使爱的管教，你可以怎样来配合？毋望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伫和平的操练中间有真正的努力的人。愿上帝祝福在和平式的操练当中，真正努力的会有，赏赐咱有智慧，赏赐我们智慧，赏赐咱有疼心，赏赐我们爱心，会当来成做一个和平使者，成为一个和平使者，来同心来祈祷，一起祷告。听同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和平使者的操练中间，阮已经进到伫第9课。第9课要安怎？即个家己无办法来输哈谈的时阵，教会安怎来解决遮个？阮真无愿意行到即条路，但是这嘛是伊的假使，要互对方，要互两方拢当看见，伫即个冲突中间，伊该负的责任是啥物？求主你来帮助，阮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柔软的心，阮每一个人拢有为天来即种属灵的智慧来帮助阮，阮伫灵命和平使者灵命操练中间，会当得到帮助，会当诚做教会帮助，嘛希望阮教会会当来营造一个和平的种文化，诚做是主你所听、主你所祝福一个教会。阮献上阮的感谢甲肯定，这时阵阮要同时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告别阮的信仰。阮是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，伊是耶稣甲世界的主，是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了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做咱的兄弟，就是因地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对伊的受苦，定是会死，搁活，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搁好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赏赐气力，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。直到主过来，阮是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。阮是
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最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，佮定军伫本地，任当所有的子民，方过疼甲受苦，来成做毋望的记号。万幸，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做伫赦免，用虔诚、仁爱甲献身的生活为荣光上帝。万幸。上帝互人有尊严、才能以及乡土，来有分伫伊的创造、负责任，甲伊三角管理世界。对安尼，人有社会、政治甲经济制度，也有文明、科学，阁有追求精神的心，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因素，破坏人万美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人着挖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头发，互爱济个得到自由平等，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成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